莫奈我性格欢喜抱当不平，蛮多人看我不起年纪大，给他们出奇迹，我定见昆山跑一趟，你都快来得及。老三老当一桩，要面子好身心，特别是冤枉的。那么神秘到昆山嘛，茫茫古鼎神，那用戏剧也好，一得两面，蛮起劲。因为凭个这王八呢，还去调回到圣旨了。所以莫奈我马上进宫盘里征得皇帝18里听，王八嘛我死下来的，调到圣旨到昆山。征得代理茫茫那个人刚说得刚，人家么要名或者要利，那说啥呢？啊，97岁的身家，官法上，你如果来不及了，倒是一时一命富裕流水。不个税，这把年纪嘞，那我为我皇帝拼死了，还讲得出个，哎，这为个百姓没得啥为人，那得本双子身体慢慢叫我到旁台用场到不来的，真的他是不容易呀。莫奈我跳起来，与王邦不起军大的，我愿意去啥地方帮我去，但是理不够。那么一想，眼睛不离去呢，慢慢叫公盯人面上难为的。实际上有办法的嘛，老先生肯帮忙吗？那皇帝不同意吗？培养我女婿婿吗？还不就？那么你一定要去来去吧。将来公盯人面上呢，讲起来为止哪个女婿呢？我们这里派9703出场呢，让那公盯人感激我们的公家们里世世代代为我皇帝效力。还有好处的，那么不理到圣旨蛮简单的，搿道圣旨呢，就林子文特所负责了，为真凶杀人嘛，与莫王兄、顾王兄便宜人事了，一道亡命圣旨，可好，若是读书，那么关照莫奈何上头无保重，刚往低低流么私家，那么为主乌禄公么无行头。腿上像应用针，身上像有石头子，而日是到面门眼看不敌胯下，外头一个脾气人，写字过后再应用不报的，皇帝到圣旨把了台下头不要切脱，体后衣裳多3裤子，蛮简单的，一把女儿破风刚刀，莫奈屋里亚东生。今朝我地上门正5月初1日，前里行就抓到金地、定新地，搿半夜天要跑交关辰光得了，不能等天亮的。我乃屋里也跑，老先生爷爷身上行李才几点，就是盘缠不打。不仅到昆山路远的不打盘缠呀，不高兴，大人子分2句话送，我轻装已经。打金子嘛，到个辰光吃子嘛是抬不开，要拼辰光；银子嘛要叫人家走，各种辰光在浪费。么饭店里饭上菜简单点，有毛头枪兵，马马虎虎吃。你吃子就饱，上得胃胀，上得手胀。那么吃吧是，哎呀，我得知昆山之余，回北京门固定的拿盘缠，搿家人家吃过个多块银子拨人家，你多花心思。那么搿家人家里记得个呢，上次吃张大饼多1块银子啊，讲了海，忘记得嘛，孙都出卖的，只要差的。事实上，李北京同生，发开2条飞毛腿和到底结棍，路浪上哒，出人关望江南进发。哎呦，蓝天山个种速度都快的是了，没得办法形容。哎。路浪向个种海人，眼光好点，看见啥？哎呦，一个人哇，等到看见一个人嘛，蓝雨啊已经追个着。有个不眼睛不大好，眼光太白的，只看见有影子。哎呀，啥个人呐？还不人觉得男生啊快了不快？他是为居住2天里的
说都夸得分能得，眼睛一撒后不够，他三呀已经，他三呀已经，可见在。但不是分大了最关心，他是机上落机上，那哈白。大兵加雨的，后头打出来，哎，这看见吃龙板子了啦，多出来，立马脑子一龙发开的，板子吃过龙家会一会，等到老板发现再出来嘛，是最日进勾起在。蓝天山接龙精神发亮喂，哈娘等云个家务，等云家务。前头扎得紧，后头定心在。想到土长官们心里恨得来嘛，牙子挨一挨个眼睛抬一抬，一个不小心，上飞不能对个打得水沟台里4人才不乖。叔叔人家可以提前半日打滚噻，哎，越是越想想一看，初三半夜已经带着大头看，只看见一个巴郎太太，巴郎太太，哎呀龙家在。八头口，初三的5月初3到浦口，一把刚好到南京，一到南京10趟昆山，半夜明早的初4，这个半夜里，但是要把子刚了好到南京呢，也不罢岗，夜里不罢岗的。有风浪了，恐怕危险。压个半夜的辰光浪费的，等那个打算啥呢？半夜的罢工罢到南京么下雨，那么定心对他不？哎，太回不去。半夜天啊，搿辰光要利用。以刚必须一路过来行罢都不如不离行啥的。离开该大后台们，隐隐约约，大概要10上10米。光得溜溜，想啥罢都不是。嘿呀，夜深人静，莫那不在喉咙结棍，用的力道还中气作用，霹雳叫声，嘿一声，对，背将啊！搿啥写字啦？叫啥不看路？老不打住。杀个大的嘛，天热呀，顺顺风凉，再加呢，避避蚊子，弟兄两家头把头，也着线路。阿哥呢困哪了海，兄弟因为热困不着，受了手头浪下吃风的，杀伤队里霹雳尖叫三个，刚才喉咙个响的是，让黑文一把杠一口啦，马口鸡蛋口得吃的，我浪下一个人，那压力下没来把头个呢，围队里。压力不把杠给，不把干，不把么多人之中呼吸管，夜宴多佛无言的亮。听见人子们，你肚里向实走呀，那么8个肚子讲几骨的个呀，这个人子的啦，还啥意味？一口风平浪静，咱们过里看了人子面上。谁扒一扒？阿哥困上来，还是开心的。阿哥，俺还心，吃饱了。那半夜里吃饱了。是天。这个心思不往上。那了。出三人家夫妻才够该些句啊。哎，你哪里发问呢？那我是出三夫妻出来的。在屋浪做啥啦？你那做困觉呀？屋浪做梦。哦，你那做梦？个梦开心得来，好不容易人家做媒人事体来人工把天把地送个农房。我问到色面孔标注得来，我刚刚叫啥娘子，你要叫官人什么的，王一来，我觉得。做梦呀？哦，你打字真的？我还晓得搞个呀梦呀。啊，
都是啥个？还有根本我现在太不起呀，让个梦里里杀你总不要紧的。哦哟，还在还在起来！做啥让你完了？八斗，压力大的吧？哎，压力也罢些了，哪啦？从来不罢，一时从来不干嘛还是？我今朝得日人话呀，对啦。我浪下有个人家八卦里说个，这也一大单对讲不认字，不认字，认字，几点啊？啊？几点分能哇？总归不认字哇？那么那边去屋里哇，一时一码是认字，谁得个黑字，一国的，两国的呀，认字的嘞。所以那个人做生意不会发财的。哪啦？啊呀，伊好生意家里也不对，一开心实在。难得你讲，要可以的，啊，压力小，压力，哎，从来不罢工，那是5两，5两，阿拉发后年，是的，阿是把一个的5两银子啊，那不你想都是我说不出过，说出来被人家非请我吃耳光人的，家了我浪来了手浪看不着个，耳光看不上个对啊，大的，那定心不的，那么试试看啊，说出来有点口耳光。光是搞得了，人家晓得压力不罢工，半夜罢工嘛，说明我离婚双喜是大事体，哎，别看行业去哎，干那，么我来试试啊。哎。喂，压力八杠也5两银子的嘞。看我不说讲，我不是那个是5两出的，我还是1两不给。到手上不到本多看看，哎，你都看出讲，好，真的定5两。哎呦，阿头啊哎呀，15两，哎呦，那一袋里给。做生意嘛喏，要和我阿哥喏。哎，是，伊拉和呀，谁不听接靠一起。对个，5两银子，没开心，没开心。哎，我本来虚脱的，否则家里我也开大店了。哪家？那我来得及了哇！你讲夜里向你吃的个，冒风险个，我要5两最低。哈在一个人生病的，出资5两银子，为了5两最低，我说不出过。试试看么子呀？不人工一分眼干，笨得了。啊，为要里向报告，为了5两最低的嘞，王叔有吃不到耳光给。公众说了，哎，公众说了。蛮好。哎呀，那10两子还叫5两子还好呀。啊，哥是喏，这个。意思嘛。哎呀，阿头吧。啊，我不是呀。哎，那也。为做了那呀啊。你这点不肯吃亏的，那也啊。那我你的装好，精神啊来。哦哟，10两银子。啊你啊。哎。明早好休息了。哦，明早休息再。明早再不休息，咱们不日家的。哎，是。难得不相信。哎。看本跌多班吧，啊哈。啊，看本跌多班。欢喜我欢喜看。啊。马扎地趴。哎，好个。红烧冰糖水糕呢，看呐。羊步。啊。地趴了红烧饭吃个。八多。汤哈哈。飞滋滋。你那边等我吃掉玻璃个啦。跟我欢喜去。红烧是米。我欢喜八多呀。别八多。别外头买2只。你八多我红烧好的。哦哟，他趴地的个10两银子了。搿只茶过来，离开后台大概3丈光景水平。莫内屋想不得庙里奔到看看，人来了，2足一点破，往正手里浪向打，搿种叫亲身功夫，亲身是落叶。照规矩个人含蓄下来，搿种小手呀，手里浪有分量，手上要敲个呀，搿手上敲不去，并不本事的，忘都不忘。莫内屋里听，阿你抬到中场，阿头浪有啥摇嘛？方向是前边个了，一个步，有条黑影来个人，要死个老少背上么，手里条，已经到了，哎呀哈个，阿娘，哎，阿娘来了，啊，来了，哪已经来个的？哎，一看一好呀，身浪向没人车，后头沙巴上人家不得，哎呦，那对吧？哎。一不掉，应用，只不别掉呢，就不掉，不得。不得，为我好得嘞。正经的，各种应用要敷衍个，来这里敷衍，你跟来敷衍，我跟我要啊。哎，哎呦，说的呀都不怎么。说你讲。哎呦，来应用。要得快一些。阿头吧，也得快一点点。我到昆山去。啊，
昆山也不懂管。要到带江吗？也得对个，意思嘛。哎呀，哎。我那我心里想，昆山主叫杨定真，啥叫为一个毛起虎狼狈为奸啊，一言令之人。寻多2个赤佬还等我举起在这样那个身家天地迢迢，北京过昆山么真生活。我不个辰光我杀过8个辰光长啥过，他呀一路来很推，一到昆山没啥客气，我不要亲自动手。这个2家的我要亲自杀。但是个港派心里做泥的啊，嘴巴里会得狗干，连动作一道来，想红么眉毛是眼睛的，刀背龙就扎，刀柄扎了，2个王八蛋，开眼拿我逮！哎呀妈！那不要再干了，兄弟啊，别慌。哎呀，够老的够要去。那个方向带个米也不让带呢，不得搞个呀。不得搞。别虚呢。哦，又是俺们心上那个哈出来。那敷衍呢？那敷衍。呢？哦哟，这个来应用啊。要得快。哦，也得快，有什么在？越快越好。你在昆山去的是也。天不亮的，将近天亮到了，离开为6、7场市民，那么我再敷衍他个7、8句闲话嘛，好办了。前面房子是不是到了嘛？哎，谁的这个？哎，就是南京呐。南京，哎，谁是南京？就是金陵了。哎，谁是金陵？不错。好。这个地方大不大的呀？大来应用啊，南京那个分几个问了。有个南京是大不得来，你上过去不想有米大概。很好。大概为市场光景市民，再要敷衍2句了。我给你5两银子索金。那，谁是个穷凶极恶，怕对都给5两银子手地不拉个。哎，阿都贵在我里面也我要敷衍过，还是敷衍。是，来应用，谢谢。再给你5两橘子。谢谢。公众学了。谢谢。给你。谢谢。公众学了。谢谢。给你。谢谢。打理了毛洞里，裤子打佛筋，跳起来有点，不要跳得该里该个。好，给你学了。谢谢。谢谢。给你了。谢谢。嚯！哎呀，谢谢。也开心的嘞，谢谢。都话也不录。谢谢。谢谢。想那个死特讲，为要这样。你呢？因为那下我来了。我都贴下来。那么也不多期待。我都起个啥？要等我。生意经真生活。这种农地难在个，真生活。生命还出来。来，10两的拿出来。啥么子叫10两？不是。10两。都啥说的？我1两分多，他们拿不来讲。这美工人1分钟，拿出来呢。分多他们拿不来你。还在不要把啥事情学的。那啦。我们了有啥的要你们了中超得里手里上敷衍。对了，我要管要你都听机关。你都让敷衍哇。你管怎么敷衍？让到来你说到来房子买多干还是南京市干，叫金陵带干地方都干。你讲不来5两，你讲下调，不来5两最低下调，10两3不来着下调。对啦。是管。咁拿出来的呀。哎呀，根本利息不来个么？我总归是要管，是了，挪分挪上呀，吃上下不呀，东地不挪出来的呀。不挪到东地你肯下个？哎呀，捡个敷衍哇！让我身边说。你说。这定金本，我有得拉水吧？拉水。要等个半死半。那么下去他个。兄弟啊，那我们这听呢，地方决定8多吧。别红山么子。别8多。红山么子。我有2家的有天，实在没奈何，还做了我趟班上，还天都发财来。这现在们都考虑做岗的后嘛，身边嘛是人不同的。你没奈何打，那么导致南京哦哟心定，半夜天辰光拉出来，路浪下没奈何要吃酒个鳗鱼，顿要吃酒，这趟老酒也没吃过，一家无头的大兵的这个老手，那么多人来，稍微去眯他一眼，管他的武器，点精神，一路过来，辰光实在太少了。最低分开门呀，小高廊下面小酒店啊，这小伙计到蛮不急了，开门了，
望进去看嘛，只有3只台子，一眼眼的小的，管理米特一杯，打进来泡我汤。哎呦，都请来这属于生意哦，衙门，他呀做人些的人没喊你想听。收定，好酒好菜，拿来。好姐好姐，哎呀，衙门不嫌，辰光实在再不够，路子还不能3个了，这样嘛哈，各要吃上点三菜啦，没清爽香个，拼2只蓝本来看的哈。好吧。熏哈。好。白斩鸡，牛肉，鸡蛋，好。那么1斤黄酒2斤黄酒。2斤黄酒什么？1斤上多上来嘛，听用。好呀，好几日天，老嘴不忙真少。现在叮叮当当曙光，再添一斤6门以下还有点速度小菜，一道拿过来，这个大生意，谁曙光？多少钱？比那个123。呀，怎么123？一两23。好，给你5两。啊，那么再不呢？都来小张。哦哟，排队带头给，先生。我到昆山去。哦，你到昆山去。外州军中还要工作的。哦，没还请过来。再要来。哦，没还。来的时候再给你5两。啊，欢迎。谢谢。现在5两。一人5两。回来25两。是个。公中10两。哦。一道数了。7、8十块，那么7、8十他把车就得刮。大哥，看了那个3个码都一毛，背身上一个单，看上去罗大的强的身上个大王。你但非不是想得的之理，那么海底3天的要你房子把你烧光。搿种人呐，只怕公军一武功一当一打来，也弄得里弄不落。好吧，我要走了。别这个来应用啊。不过那是啦，本来钱已经咱无所谓的，还是啦，那么我先后继呀，屋里向穷不过啊。一早帮地开火厂，万一70几岁一个老娘了呀！啊是啦，那么你能啊一来信么？这个银子也看了我工地上下，我看不起关。随便你，爸爸妈，你来也有么随便落到地捅一捅子，啊是啦，这个呢，爸爸妈。你不是老板？我不是老板呀。好，叫你老板来。我让你老板手里再逃走啊！那上去给老板手里带去，王师带我不得搞，地干好了。老板呀，已经7毛人。老板地方上休息，我上次给不溜干啊！听见7毛人嘛，我来不上我不理吃，一看嘛一哈，上一码大一码背心浪向背不得呀，不知罗里山浪向个老大王出来旅游个呀，你好得来个，个段子我了，一来要说，看得起你小弟开心实在，小句，年纪轻不懂，那。不大动的叫7、8人，干嘛是7、8人了？跑队大个朋友出来才不大动的个。跑队大不是7、8人。人家说不要弄去啊，年纪轻不懂啊，我唔清的啊。不能多心个。那么像那种，人家说等我带来人啊，开心实在，看我得起啊，同地人真不大理个，四海之内家弟兄。我穷不穷？老实讲，你看得起我开心实在，你不要把他心上，随便来。今年想让拿得来，今年不想让明年拿得来。实在嘛，我真说出来太太，那要说呢，看他瓜子3只台子个弟弟，各样小菜嘛，今朝布金的新鲜货嘛开店，那个的神货不能半清爽的呀，侪吃脱的，全部这样本地嘛真生活，还是那么，那么你嘛看我看那这个，譬如说家本我不，男女总归哪个种朋友多呀，随便啥地方还是统一统。统一统，没真统一统。我那我谁吃这个武功？看你也讲闲话，但蛮这个蛮漂亮。统一统是皮道，别人代理的农地侪是我干，实往实做中。不过我现在老早不推在举起山推么是阿两样。那么老大去统一统的皮道，南京衙门多啊，随便罗里说衙门个大人关照等我夫妇饭账，算了，经过么关照一声，举起山吃子么是叫人家富人家开心啥的，老实讲，一门么南京超江市中心，市中心嘛，固定是学生子，固定的是我兄弟，搿嘛是小辈，我不是不认得个，搿么我个名字总归晓得。来，小衙门去不下意，大衙门，超功德。现在跟我超江衙门去喏，老板要吓得来，他饭店他到超江衙门，
车江是江苏省大过浙江省，不得了啊！那么现在辰光同理不说得，那么现在让那班子去吧啊，那班子去吧啊！还是得车江。哎！我好乖。他们呐，不要的。跟我是狗乖。那么工地上看。我可不来这个。吃。啊，意思嘛，跟妈来一碗，跟我来啊。到超江衙门，发现到超江衙门有金家戏，特别那办夫妻的人，关照来临，好少来临。那继续这样过去闯油门啦，上头楼梯坐下来拍戏呀。你背不到来，吃香就难看了。有了一浪有过来，小人少少来临，莫奈我要打上来嘛，油门上下喊，在定，不在定要放箭啦！站住！有功大吉，莫奈我想哪么讲的？老于哇啦喊，我们举起噻，我们来加饭的呀，加太太的。那么今天的市中心办的办不着，那么去放鸡的。莫奈我出来无啊，门廊不好进去，没办法，我忘记到圣旨没出来。也是那个那圣旨到昆山军发难呀，南京发达高的呀，但是你门廊不好进去，当门票用的，还拿出来不出来？万岁圣旨下！我的个，不得了，圣旨下！钦差来了，哒，报道里向，回大人，习中西。固定那个大傻子，刚正起来，辰光再不够了，你靠他比心还分吃力呀？啥个事体啊？正也。回禀大人，钦差大人，圣旨下。心里想鼻涕，但是明在真的年纪了，我甚至有辰光的，战队压力不下来的，战队压力来甚至不是充军，谁是杀头？底薪要分钱已经升职来着，跟错没对过。快去打开油门，是我亲自自知。那么不得了，打开油门把香雾，还有妖精到哪里哇，一头出来不？莫奈不想，哦哟，是中西还是出来的，啊也蛮好，碰到圣旨，万岁圣旨下。也可嘛，后头人俺们光顾司令一个字呀，身上像是皮肤，哦哟，看上去也真是体。顺系中西即驾万岁，请钦差大人朗读圣旨。你习中西，是。这个万岁圣旨下。是。这个关照拿饭店出来总管不，不晓得那不里想，关照到里边去说。我说的眼睛是鸡巴。是。说到里向，大家翁进来嘛，莫奈不少女孩子碰手顶么个再加一个。啊，认得我啊！谁个吃光肉嘛哈子？不是也清唱的，可是怎么还强的不认得？请问钦差大人真心答复你？来无应去不中，蓝去一声风九千塞，莫奈乎你不认识吗？牛来举起水，请起水朗读圣旨。圣旨考好的，这道圣旨与你没得关系。啊，当个副大官。根本无耍的圣旨呀，此话怎讲？你听了？是。就是固定人的姑爷林志文昆山受了冤枉，所以万岁高提王帮偏亲能人，老青山自告奋勇狮王帮千里迢迢赶奔昆山大救人们，哪里地交道德精灵，激扬落落寸步难移，饭店之中包船一灯出了一两耳塞，给他无良银子，一日之间拿不出来，没得办法，一道圣旨问你及5两银子。认得嘞，一旦甚至掉5两银子，这里收得了。是。府外的莫奈那么古昆山啊，无谓再说。今朝5月初5，昆山林志文帮法上要杀头了。固定人们到浙江去公事分转来，下江心到北京，我想不到今年会得批转来，那得弄得没办法呀。林志文定期杀呀，现在帮人上，法上浪向句号，该在的上头的昆山只有杨廷珍，关水里向只口袋，小鸡毛军在毛七后。心里想想，穷人非要等我富人头，这样我杀那个头。
老实讲，那一到两头嘛，那个女人65真，随时我不干，哎，心里想啷想，前个家头曾经派人到小林庄里边去抢，想不到个65真人中任务呀，这搬到啥地方？非要去管理，今朝里男人杀断了，女人背要来祭父的，逃不脱个。那来到不枪起做起，今朝米里马拉神情，望着相思一笔勾啊，就一想一对，老百姓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身头济济，有秋秋外头全部是百姓，蛮多。来了，A 做嘞很好，A 好很好，一看上岸官方讲得来，所以是呢，留下来呢几句几彩，上庭八字，丞相府里来了。今朝65正来娶男人，老夫人觉得十分惭愧啊，对不起男人，不拍胸脯的呀。按丞相府里公家，我的有人海底一刀两断，那么真的居然哭得老门了。老的给我盯人分出来，我女流之辈，虽然皇帝叫上我杀么，我不用然，不予实求呀。侬的确要继父，应该答应，即在于一面，但是要求神权相称妇女当白，非要讲让丞相府，非要讲人家个也是固定的，太太个呀，啊固定人的女婿的，把人家有人海底杀脱，跟他说法呢，有面子，丞相府的择日不离，65正当然同意。那么关着春梅海棠两个屋头，侪是素食当白。就算小林庄浪向隔壁乡邻小姐妹吧，办小姐发上继父，派人送棺材去。留下来你绑个，绑啥么？绑小姐，不要弄头弄到安排人啊！不要看见我男抢娘，跟男抢脱是，老太师为出来不交代关。那么关照4个门老人，张忠、魔鬼、罗龙、金宝4个门童，好本事。向我上宫当白，保护千金，安全起，安全走，各位当心，暗中保庇护。再派20-30个家将，侪是上宫当白，等了发上了，帮忙去后抢人。注意，那么春梅海棠父子65正忙发上来，发上了是嘎做事情了还。啊哟，嘎得嘞！今朝人类的多该，喂，对不住啊，娘娘。大娘娘看娘你到里向去。你妈妈叫小林丁，干嘛搞不懂？叫我把人家打通。哎，唔少看头，不是山东人吃不起啊！啥人啊？夜里做破梦的啊！哎呀，来爸爸，你要听的办法呀！你是来追男人的你啊！呀，你那恶影幕上那个人，那娘加入来的啊！刚才刚进去几句几菜跳进去，春梅海棠府65正金银秋秋，哪里啊？哎，你看，啥人讲林志文冤枉我倒说不听。林志文有往才晓得的啊，作业不是呀？那不是？定期讲的。哦。足地分钟。你哪晓得讲？是哦，我现在苗头割出来不对了。哦。林志文上工呀。上工啊。小林庄了。哎。穷啥个呀？穷过。各种棺材，一般买得起的。结棍。各种几句几菜来看呢？啊，后台还是红血流的还是后台？后台。啊。这个眼睛呀，口睛上后台哇。炒火娘有的哎，不错。哎，像我上工那派对家头。像我上工那套得起大小老母3个。你们反正我还结婚，大小老母们3个了，你哪晓得3个家？你听呀，刚刚个女人老师，你是苦恼，你来追男人的。哎，这个女的倒是这样说的。还是讲你的？你。如果讲一个人，我来追男人嘛，一个，你嘛就代表3个。你个句话倒讲得对的。那3个才是女人。3才是女人。哎，当初个大老母呢？你哪晓得？那上水第2个，我是一个小老母。好意见的。当初个温柔看得出。哎，半边个怀白鸡巴有小老婆。
那么面里那个疙瘩吃个，林啊那，子文、水特子文三个女人做就在也种过爽在，那么谁天够上？哎，两头了，分我，我也分头。你也同不跟分我一样的哎呀，那够上吧？啊？别过爽哎，后来个人家不肯过不肯么只把我落个呀。啊？定下林子们、水特子们，你去帮忙，敲敲隆隆，奔奔隆隆，到底做特别事体。哦这个乌龙水现在嘛，等队伍饭嘛，你没出来。哦，马地力气，哎，稍微用特样的，队伍饭嘛，总归比西酒强哎呀。哎哎哎，那么心里浪嘛，你不碰碰我，我没碰碰你。哎我们实在人规矩个，你们生活还在同地哦个。哦那么到个辰光嘛，一人一个么打嘴去。不对，我三个得了，我得了只有两个了。我蛮好掉的，我们就台北的当中一个，你旁边两个么才不呢？你到门口进来我，当中一个在这边去，我也改，差不多。别我，哎，当中个白牙个，我不也改。搿么小弟兄到社会为个里面形象模分样样过，当中个娘不呢？啊，搿么蛮好，真的收手。真定说说。哎，不过闲话讲清爽，那啦，林志文杀敌社会当中个女人死个，你哪晓得呀？我听他隔壁乡邻讲呀，哦，这说明先生实力命硬杀个呀，嗨，还是离克六个男人，真的你上去第二个，搿种我现在，哎呀，别，在身上，哎别，我不要，你哪副好个讲？我命硬啊，我不得硬胖啊。哦哟，上你当啊！张忠啊，保护小姐的，现在么理好了人带你，一听啥么子？我也吃足了豆腐了，人家苦难呀，杀队呀，张忠打过来，朋友，你可没一哈呀，上一码都一码，哎，看见不比人，上比人好个位置个时候，哎，嘿嘿，那。你们要娶他们回去吗？心情开心哎，里里不想想，哪里来合适呀？年纪轻，丈夫死了总要嫁人的吧？哎，我来给你做个媒，啊，哪种美人啊？好不好？按真的讲。是的呀。啊，我现在先付你5两银子，啥子送礼呀？送个礼。我送礼不等到七夕，这人光送不走哎。让山东人爽快的，我山东人上去给。先付钱的。啊，谁付动的？根本没哈。过来过来。啊，现在呢？哎呦我，那2米2几你光，5两够不够？够在。再加5两好不好？别去。儿子，哎呦，谁是那个出来？哎呦哎，根本那自家不好。那了。这地把他们说是不是？谁是那个去家发谁不是？吃到你光下不了，城门海棠胡萝卜真进气，口袋龙冒气呼一口，哈哈，来的，领进来的，哦哟，收拾服装，家里显得楚楚动人啊！这都眼睛了吗？城门海棠忙过去，高雅林子文面上面对你送来份看见笑，哦哟，身材是宽我个。昨日面孔上恶里恶出，举好了了，在意在云，哎呀可能，你啦看看就蛮难过，小姐是夫妻也得了呀，一看小姐面色两样，水家境彬彬应然，当个招呼，小姐不容的啊。哦，羞！娘娘看见自家三姑娘饱喝了嘿。可心里想的那个来是真是无法形容，真是得个。男人做娘却有话不是，关了这个街栏里向，我不能去看过的。今朝看见么，他从这度两样子，夫妻呀，夫妻之情啊，心为同呀，这个眼里呀，像落雨一样拉下来。
身。林志芬呐，眼睛闭拢对神道，我没去后了拉床的，我看那边看，我等死了，我脑子里个疑虑蛮多。想第三年希望高校落手真啊，还为今朝顶好，不晓得我啥，越来顶好，来到了没去后看中呢，今朝逃不过你砸碎。那么如果来到我心里家里难过，我们作为一切日为日，现在辰光我几十天故事吃下来，屋里向米也不啥分，高校大概糟蹋得了这样高花布上一个，再说男人吃冤枉故事，心里难过了，肯定狼狈不堪，看了那也难过心痛的，还有啥希望非要来吧？嘿，来的，扑上来。那么张开眼睛，得500个的勇气。想想，我们林志文就是常志文，常遇陈将军的余代，高小交给我们的辰光呢，做新娘娘，还是奉姑爷的，下头照样接待成群侍奉。现在跟我们男人到呢，到可以在样样在做，我们种地，你落里养不走，再难苦了，夫妻跟了一道。那现在男人杀地来，那异乡看哪般？看见高小现在小财放用，我心里想家里难受，所以500个的勇气，眼睛张开来，是闭拢眼睛嘛，眼泪多哦，就一言不发。哎，那三姑娘眼睛也是张开来着。娘娘一想对，男人啊，等我儿子我为了嘿，为了给那里想起过日家。分去口沟里，心里想来刮风东气，因为我高三5得2岁，不晓得我是50发呀。我要来看呢，那么娘等我说，别记得我要谁也做来的，3年的谁也做来的，谁还夫妻大妹子，玩个3年12岁年，对姑姑在你来吧，分到给了你去。那么娘也挖个出，大大相夫妻经。他的容易的给那里下去嘛，神怒气愤。那么我想你6年时间做，罗里写的那今朝是个有神黑地了，把父亲上一个2头。你6年带我一起，那么我高情商不来的呀。临时最辰光娘跟我说，是男我想想，我随时一桩事体全来。你看见子姑爷了，千万别说，一想了那相夫里想。去掉么固定人，别讲固定人3个字底下别提，太对个。你想呀，固定人啊，固定人个女婿却有话故事，为得杀头嘛，帮忙，我答应的呀。不能是了老师娘不理想，那么这还是句话在，娘娘来说的不为的是句话。呀不是。家
沙心，世间悲霜已不出声。无人啊，相思的声话音故，那后是谁个不离人的那是有手中啥子你不能，我那看的不人，你睁开双眼，亲爱来啊，已经来嘛，总要见面。个闭着眼睛算啥人？看吧，那么眼睛当张开，同自家个商量两回事体。发错呀，搞小了小林庄，我不让中山我上去买苦，那现在翻落了的，身上像新衣裳，还有头光面哇，不必为那个小姐妹，那帮一样小菜草地上拿出来。小菜热荤，订好一块大锅来上我锅房，那没法懂。那男人吃子故事不搞笑翻路活路人啊！不过我们西也要旁地呢嘛，还要求求呢，卡的异乡，经于生活呢还应该搞一个，非要算过上。已经搞了，不可能。要么男朋友搞好了，于是嘛，单方面帮你个忙，等我安排，那么留下来种搞到这个人，要么这个，这种几想里少，啊人啊要死的为70人错了，那么林志文是要我为，这种都要去研究，俺们一趟在抓紧时间，问我阿姨闲话，问我应该叮嘱两声。娘子，哎呦，总是开开，为丈夫，谁闯大事，拜托妻儿吧。夫人有事情自不吩咐。为内相不离分门，我设置的吞把主子与王水的山。为保我们再见人，不思伤情，遗恨深。闯到个老门到乡上了，有两个听课等我说，林志文帮了忙，那张嘴里不要动发，哎。那么打个招呼，那个来说书呢，比唱戏两样。唱戏嘛，只好帮了让唱。那，那我说书是过，不好在俺们我台椅子上人等我台，那么我还有一个习惯，我到嘴里不动得是唱不出的，所以打个招呼让我稍微动动。
恨，国内报税谈不到，女流之辈。那么我拿我的四个就是毛起虎要苦中来，那张开去，第二来报税，你觉得非要跟毛起虎，哎，你随手带得起个女人的，毛起虎。女夫他无他因女生我要娶娘子妻为我家小姐做事的妇人非这个可是的归文叫得非要搞不非要明白吗？这别姑娘，你是个路大的亲，你自己是水门我的那些大事的，还是为去搞不了三斤半斤后的，夫人得亲啊！长，四个朋友总归死，我个朋友拿生过来，你是可的想。难道是你这个一把领带针，你的凄凉三月口令林佩儿。说如你不教儿妇，你对不起别人的。这我不对着我去干多人嘛，说起来对不起你，哪不干不到对你不起？此话来晓得个，我上家讲语来，到我们一代死脱了，上家做仔细生。你搞一个，对你也有好处，对我也有好处。那么呢，经有生活嘛，活下去。那么呢，告知人恩恩爱爱嘛。养几个小路嘛，送一个本，哎，对我有好处。不孝于谁，同于大，我是会对忠心，膝下问。你生下了三男并四女，一直送来有三家的根人，我不忘娘子说是男儿转。哎呀，个早子鸡蛋饭答应，这答应呢，咱不是刚结婚呢，要也是的，飞机上一个心，答应吧，我真没主意呀，跟哪答应的了？所以娘娘对手咱们过哪可？我还命苦。总是答应的，我的本答应不告没人家，谁答应的？跟人总归哪位的？爱啥咪咪干了？有人觉得干，你根本我决定干的大家3位啊，这比13点了。空没中国就是同意的喽。好，第3章，第3章。我是美国神那里，你起做主，后来去。相见，我是凤阳人，不足以相闻，不枉娘子与非中梦。可丈夫今天还答应的，齐家与同的，与为乡，根本没个，大自家乡嘛，我是长了那些姑娘当的，我人之父王心。
林志文脱山庄，毛铁口看见罗守村可怜难过杀人呀！二少关照地里人光少，那么要再林志文，引领在